我们是1月6号，我从江油坐车坐过来就坐的，想过来走亲戚的。这个疫情就突然哈都不晓得咋起说严重要封城的话了，就没走了，就想留下来帮忙嘛。看到啥子能做的就做，能帮忙的就帮。不是说这个疫情发生在武汉我才会这样子做，任何一个省份我都会这样子做，只要遇到了。拿一箱过来，给他打电话，拿一箱过来。哎，你好，你把那个全部吃完了，少了一袋面粉，那个面粉应该是我点数的时候没点对啊，搞什么没搞好。我给民政局的领导我也说了这个情况，他说没事，一包没关系。好。啊，那你就转他们3个人的，就转他们3个人的行了。还是那个老话。你放你那去了。你换了，把里面那个口罩换了呀。我这个里面口罩戴了几天都没换了，我要把它换一下。里面外面那个呢？外面那个能不换就不换，我能换，外面那个都戴着也好，知道吧？他叫李平原，在那个疫情爆发之前我们要认识的，第一次从这骑到火车上，骑4、5个小时都是他陪着我骑的。我们在那儿去做过干净工，做过混凝土工，火车上只要工地有的事情，我基本上都能搞定。说实话，我们四川的人嘛，08年全国人民连那个小学生都在捐款帮我们，大灾大难的时候不分啥子省，也不分啥子民族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要团结。小声点做，这种姿势还是有点吓人哦。我从外面到了啊。小子，快开门！来开门，来，快点！哎呀，小宝贝，你在干嘛？来，过来，小明明过来。来，小冉，来，那女儿像个土匪一样，来，过来，甜甜来。不跟爸爸说话吗？甜甜，跟爸爸说话。啊？跟爸爸说话。不说话。爸爸辛苦了。爸爸不辛苦，爸爸辛苦啥？比个心。啊对，比个心。这样，你就这样子，手拿手长点，对。平时都是化了，脚放下去。不能化了，吃点干面。有点烫啊。好，不要趴着喝。好，嗯，真是。我们校安，武汉整个武汉人都喜欢吃热干面。有点营养。这个热干面味道做的可以，只是差点辣椒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测体温，勤消毒。小雷，小雷，完了，小雷，哎，我那个流浪小狗丢了。算了，我们走吧，不能一直等它，有可能在前面。哈哈，小雷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我就叫你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不抱你，想我不想我？哈哈，啊，我知道。好了，这个，过去，拿过来，你要拿。等疫情过了我就养你啊！哎呀，哈哈，哎呀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测体温，勤消毒，少聚集，勤通风。能不能安排汉口那边的？比如你在服务厂这2个位置，我们正在已经在徐东那边了，那边太远了，我们见过去后怕你们回不来了。刚从厂里面出来。蛮好的，正好刚好赶上了嘛。酱油和料拿个盆，我们要把美食都要尽量搞到啊。来美女。没吃过热干面。我是说有热干面，完了说一下，1份。为了这碗热干面，
我一早就起来了，昨天1点半才睡。从来不早起的，为了热干面熬死了。掉啊，用嘛，你两下都用过。包的下的蛮少。有热干面了啊！说这武汉的这个热干面是有名啊，大家都馋啊，等了2个多星期啊。我们院长太厉害了，哇，有面了，今天终于吃到面了，我们想了好久了。前段时间看到我们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的帽子以及防护服上面写了“热干面”3个字，他们不远万里冒着危险来参加这场战役，连真正意义上的一碗热干面都没尝到。所以说，我们后来萌生了这个想法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吃到一碗热干面，地地道道的热干面，真的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作为武汉人的热情、好客。是100个人。今天晚上可以吃完，因为我们那个特别是河南医疗队的那个医护人员。河南那边好多人吃咱的湖北热干面，而且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现在是特别的，3天之前就知道说有热干面了，真的是说了几天的一个。一碗热干面在武汉市市面价也就10块，10块5。平时可能放到正常情况下，它根本就不算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东西。对于武汉人来说的话，更多的在意的是一种情怀吧。你们自己注意身体健康啊！我们只能做到这些。谢谢，已经很感谢了，已经很感谢了。我们这几个全部都是产科工作人员，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医院全部是改成了发热医院嘛，所以从上到下全部收的都是新冠肺炎的那个病人。好怀念热干面的味道。记忆起来第一次吃。那小孩听到我说要吃热干面，心里也是想着要吃。我打算吃2碗。从刚开始应该说，我们看的有一半的都是非常年轻的，就是没得看到新生的小宝宝，是吧？就是大家很开心，但是突然面对会有死亡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怕。经过这1个多月吧，1个半月吧，我们觉得他们都成了，应该这样说。总算快好了，就感觉天快亮了。不，那是我没有吃到，我等什么呢？这长不长啊？这个？这个就是专门送饭的呀。好的。3份吗？10份我就可以。王爷，你上班的要得10份，你吃一吃。我们自己弄啊，他有微信给我们，等下我们自己弄。那通知大家不要吃了，等热干面通知一下。都没吃过这种。把碗拿回来。我们听说的很好，但是哎，你帮我写上说。会上瘾的，没关系，他们可以送吗？我希望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邀你们到武汉来吃热干面。灵转，手往背后走。还不错了，没什么不舒服啊，什么症状都没有。现在吃的什么？现在吃的1号方和3号方。在家里还是戴一个口罩。对。家里保持通风。哎。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给一个出站须知你的。好。那个药收好啊，把那个单子都收好啊。所有的康友们，先到我们广场来集合。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热干面喽，今天我们品尝一下我们武汉本土的第一特色热干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来猪八戒有多香，好不好？来，拿过来吧，来，拿过来。
水开以后，面放进去8到10秒钟，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啊，你们辛苦了啊！做好康复啊，记住他们啊！感谢你们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谢谢你。我要吃肉干面。真的是酒味的味道，那不走，那不走，不走，那个微信的表情里面有一个米酒热干面来了那种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们的第一反应吗？我好想热干面啊！味道怎么样啊？可以。现在像这种情况下，其实那个面都很不容易了，说实话。对。这是怀念一下武汉人热干面。谢谢，哎呀，太荣幸了，谢谢。这热干面非常有感觉，特别香。我给你去拿水啊，不要噎着。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宅院呢说，下午有爱心企业给我们捐赠热干面，说3点钟到这里来集合。其实大家1点多钟就开始在这里来集合了。武汉情怀就在于一碗热干面。吃饱啊？吃饱了。这里，他觉得这里先给他切上来，我妹妹急不急无所谓。看，太累了。做成这样的啊！今天我的一家人成了特写，你说什么？夫妻俩搞一个对唱一下，是对唱吗？是不是啊？我唱。对呀，对唱。知心爱人。你是一家3口吧？一家3口。一家3口。你啥儿？我春麻了。你爹怎么上锅了？我不唱，我就负责摇。我们家是2月14号去的这江夏区第1人民医院嘛，3月9号转到这边来的，转到这个普安康复中心来的。刚去医院的时候我很担心嘛，我说妈妈心里一直在发慌，怎么办？他就把我手拉着，然后就说妈妈不要担心，有我。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长大了。应该回去以后，我们一家人会更加珍惜吧，因为真的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只有身体健康，全家人在一起平平安是最重要的。你做的菜呀，你还想我说一遍吗？我的爸爸。没他你说的。看广场舞，112是吧？Hello， 小美女姐姐们跳广场舞。你来一个了。我不跳。阿姨，你来一个。03A， 7点20。那这样来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来，这样扭起来。左手捏个拳头，把右手这样托着。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。之前我们都是不认识的，但是通过这次病以后，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是生死的战友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情分真是挺不简单的。牛嘴啊！之前我就觉得武汉就是我家嘛，没有什么。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次以后，我觉得我对武汉应该更深刻，就是因为武汉人真的很团结。我们作为武汉人的一份子，我觉得我们挺骄傲的。出场的人比较多，大家自
支援一下，帮忙把他们把东西给帮忙一下，给他提到厂门口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高一点好吧？他这个要对的。他们也都很激动。我们的安保人员一定要确保平平安安出仓，收到回复。收到。欢迎出站啊！等一下，我说一下，是一个值得开心、值得高兴的日子。我们江夏区普安山康复驿站第一批康友圆满结束了我们隔离的日子，健健康康、圆圆满满的回家给亲人见面的日子。康复驿站全体医务人员向第一批出站的康友表示热烈的祝贺。举世有天，大家不要慌。谢谢大家祝你平安出院。好，谢谢。吃完街了。好，谢谢。走。祝志平，欢迎回家。欢迎。出去一样，出去以后一样听妈妈话，很不错的。谢谢你。3个月，小姑娘出去写作业，洗涤生活用品，3岁，很不错的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heart. Together with a faith to care.